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出来记14章第1节到18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搬过困难。咱的人生有苦难，其实是正常的。基督徒拄到苦难嘛，非常正常。就亲像以色列人因伫埃及所拄到的，甲埃及人相款的痛苦，甚至呢所拄到的困境嘛，无输乎埃及人。特别是咱咧讲红海，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困境。不但安尼，因的后面还阁有追兵吼。这个追兵阁是全埃及上精勇的部队。以色列人看海当作是阴间。如果咱看约拿书第2章伫迄个巴肚底约拿的祈祷文的内容，这个海是深渊，海底是地狱的门。因为安尼，当以色列人在看头前是一片大海的时阵，因的心内是惊吓呀。这种的惊吓是咱会通想象的。圣经记载讲，埃及王瓦军的时，以色列人一个看到埃及入瓦来，就真惊。埃及上主因甲摩西讲：“是埃及无皇帝吗？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是无？你是安怎安尼来对阮？带阮出埃及？阮伫埃及竟无甲你讲，莫插阮，出在阮服侍埃及人。阮宁可服侍埃及人，比死伫旷野较好。因真着惊，所以就对摩西讲：阮宁可伫埃及做奴隶，总比死伫旷野较好啦吼。所以因完全无想过着讲会通过海，会通搬过困难的这个可能性。因为因非常的惊吓，对这个大水真惊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安尼甲咱讲：我有将这的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伫世间有苦难，其实毋是重点啦。重点是要安怎来搬过迄个困难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方法拢无共款，但是对伫基督徒来讲，却是因为咱有上帝同在，有上帝同行。就好像亲像伫诗篇23篇第4节的经文所讲的：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人生的死荫山谷，其实是无值得惊吓啦。因为咱有主同行，也因为安尼，咱通活安稳自在。这是圣经甲咱讲的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当因咧面对红海的困难的时阵，因的迄个心态、因的态度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伫这个面对忽然间来的大风涌的时阵，
态度是共款的。耶稣的学生未记即有主伫因的船顶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未记即有摩西所介绍的耶和华上帝甲因同行。因拄着情形了后就惊吓，安尼失措，就开始足真大声伫遐咧喊求吼，主啊，要死啊！以色列人就讲，阮宁可伫埃及做奴隶，嘛无爱死伫即个旷野。的确是安尼啦吼，照圣经的记载。埃及王就准备战车，带伊的军兵做伙去。伊带埃及所有的战车，包括600台特造的战车，逐台拢有战车长。上主予埃及的王心愿，追入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勇敢大胆离开的时阵，埃及人追入因。埃及王所有的战车、战马、马兵甲军队，伫比哈西洛头前巴力西分的对面的海边，以色列人扎营的所在追入因。伫安尼大困难的中间，这也无怪以色列人会安尼来惊吓。上帝透过伊仆人摩西甲以色列人讲的话，圣经记载，摩西甲人民讲，毋免惊，徛好在，看上主今仔日安怎样解救恁。恁今仔日看到的埃及人，一定永远袂阁看到。上主要为恁交战，恁着安静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是安怎对我吼叫？着叫以色列人向前行。你也管啊，伸手指海，甲海分开。以色列人会伫海中来行大队。我要互埃及人的心意，因要对恁落去。我要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、战车、马兵，互埃来显出我的这个荣耀。我拍败埃及王甲伊的战车。”马兵得到荣耀的时，埃及人就要知我是上主。使徒行传第7章提到着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出埃及记430年前的代志。约瑟会去到伫埃及担任宰相，是因为因的阿兄对伊的嫉妒。就设计甲伊卖掉，去到伫埃及。虽然对于约瑟来讲，这是伊一生上困难的一段时间，但是约瑟并无掠安尼做苦。伊看到上帝伫伊心上的旨意，所以当伊甲伊的阿兄相认的时阵，伊就安尼讲。圣经记载，约瑟佮对伊的兄弟讲。较晚滚我遮来，因就晚去。伊讲：“我是恁的小弟，互恁卖来埃及的约瑟。恁毋免为着卖我来伫遮咧艰苦心。自责，这是上帝派我带生恁来，通保全大家的性命。但期远已经过2冬，还佫有5冬未当种做。”袂通收成。上帝派我带生恁来，是要留恁后代伫世间，佮要解救恁，保全恁的性命。安尼看来，
差派我来遮的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伊阁互我诚做埃及王的首席顾问，做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全国。这是伫创世纪45章第40到第80的经文。也亲像约瑟所讲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差派伊先到伫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搬过因的困难。今日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嘛，真清楚记载这个情形。上帝要爱互因伫遐来体会伊的保守。圣经讲，这个族长会嫉妒约瑟，甲伊卖去埃及。毋过上帝甲伊同在，救伊脱离一切的灾难。佮使伊有智慧，互伊得到埃及王法老的关爱，指派伊做埃及的首相甲王宫的总管。后来埃及甲迦南全地发生饥荒，引起大灾难，咱的祖先无粮食，无通食。雅各听着埃及有粮，就找咱的祖先去遐，这是头一遍。第二遍引起的时阵，约瑟佮对伊的兄弟表明伊的身份，对安尼法老才捌约瑟的家族。约瑟找人请伊的老爸雅各甲全家75人去到伫遐埃及，雅各就落去埃及。后来伊甲咱的祖先拢死伫遐。因的遗体互人运到示剑，埋葬伫亚伯拉罕，用钱对哈伯的子孙买迄块墓地。上帝当行是要爱互人会通靠着上帝保守来搬过困难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雅各的后代离开话语无成的人民，迄时犹大成做伊的圣所，以色列成做伊的国度。大海看见就逃走，约旦河倒流，大山亲像羊羔着跳，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。大海啊，你是安怎逃走？约旦河啊，你是安怎倒流？大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羔着跳？小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？内底啊，你着见着主的面，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，着皮皮喘，伊互石盘变成做水池。互石岩变成做水泉，感谢上帝，互阮会通伫拄着困境的时阵有所倚靠。这是唯一倚靠的，就是上帝。伫阮的困境的中间来带领、来保守，互阮会当搬过困难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